元宵节又称上元节、小正月、灯节，为中国农历正月15日，标志着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，也是春节年俗的最后一个重要节日。元宵节的起源可追溯至汉代，与古代祭祀、灯火仪式及民间信仰息息相关。根据历史记载，元宵节的形成与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到公元前87年时期的太乙神崇拜有关。汉武帝重视天神崇拜，每年正月15会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，祈求国泰民安。此外，道教亦将正月15视为上元节，为三元节之一，主神为天官大帝，掌管人间福禄，因此民间逐渐形成灯火通明、祈福纳祥的节日习俗。另一种说法认为，元宵节的灯会起源于东汉时期25到220年。相传东汉明帝信奉佛教，为了推广佛法，他命令宫廷及民间在正月15夜燃灯供佛。这一做法逐渐演变成民间的灯节习俗。元宵节的传说众多，其中较为著名的包括元宵姑娘与汤圆、汉武帝与灯节及朱元璋与红灯笼等。相传汉武帝时期有一名宫女元宵，思念家人却无法回家，终日忧愁不已。宫廷占星家东方朔见状，心生一计，他向皇帝谎称火神降旨，将在正月15焚烧长安，唯有家家户户点灯，让城内通明如昼，方能解除灾难。汉武帝听信后，颁令全城张灯结彩，准许宫女回家探亲，元宵因而与家人团聚，而正月15燃灯的习俗也因此流传开来。另一则传说则与汉武帝的祭祀仪式有关。据说汉武帝夜观天象，见太乙神于正月15降临人间，为答谢天神，他下令在宫中与民间燃灯祭祀，后来逐渐演变为全民共同庆祝的灯节。明朝时期，朱元璋为了铲除反叛势力，下令在正月15当晚，凡是支持皇室的百姓需悬挂红灯笼以示忠诚。这一策略成功镇压了叛乱。自此以后，元宵节悬挂灯笼的习俗更为盛行。元宵节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，更具有深远的文化意涵。元宵节标志着新年的圆满落幕，而正月15的满月象征着团圆和和谐，家人团聚，共享元宵汤圆，寓意着美满幸福。灯笼象征光明与希望，人们在元宵节点灯祈愿，寓意驱邪避害，祈求来年顺遂。猜灯谜、舞龙舞狮等传统活动不仅增添节日气氛，也促进社会交流，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。元宵节历经千年演变，从宫廷祭祀发展为全民同庆的灯节，承载着团圆、祈福与欢乐的美好寓意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这一天人们仍然会举家团聚，赏灯猜谜，共同感受这份独特的文化魅力。为了更好地理解元宵节的价值，我们应深入探索其与民俗文化、历史演变及现代社会的关联，让这个节日的意义在未来持续发扬光大。元宵节的起源虽然与祭祀相关，但在历史的发展中，它逐渐成为一个全民共庆的节日，无论是皇室还是百姓，都能够参与其中，享受节日带来的快乐与祝福。灯会活动的举办，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，还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发展。元宵节的庆祝活动也成为不同时代民众共同的记忆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元宵节的庆祝方式有所演变。唐代时，宫廷与民间灯会盛行，皇家花灯极为精美，百姓则自发组织灯会，夜间灯火通明，诗人们也留下许多赞美灯节的诗篇。如唐代诗人苏味道的《正月15夜》，便描述了当时元宵节灯火辉煌的景象。宋代时，灯会发展得更加繁华，不仅有灯谜、杂耍、百戏等娱乐活动，还出现了专门制作花灯的行业。到了明清时期，灯会更为普及，社会各阶层均热衷参与，特别是南方城市的灯饰规模宏大，灯彩工艺更为精细。现代社会中，虽然科技进步，但元宵节依然保持了许多传统习俗，同时也融入了现代元素。灯会活动在许多城市成为一种文化盛事，各地会举办大型灯展，甚至使用现代光影技术，使得灯会更加绚烂多彩。此外，元宵节的美食文化也得到发展，不仅有传统的芝麻、花生、豆沙馅汤圆，还出现了巧克力、奶黄等创新口味，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。随着全球化的影响，元宵节的文化逐渐传播至世界各地，许多华人社区也会举办相关庆祝活动，使这一传统节日焕发新的生命力。元宵节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体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。从古至今，人们在这一天团聚、祈福、欢庆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这份对幸福的追求始终未变。在未来，我们应继续传承并发展这一传统节日，
让元宵节成为全球华人乃至全世界人民共同欢庆的文化盛宴。